隨住年齡增長，細胞嘅新陳代謝速度變慢，細胞生命週期亦會縮短，體內細胞同器官會出現衰老或退化嘅現象，引致身體進入衰老嘅狀態。我哋會發現免疫力失調、記憶力下降、心血管功能變弱、睡眠質素變差、聽力同視力衰退、認知同埋運動功能障礙，並伴隨脫髮、食慾不振等問題。點樣可以逆轉細胞衰老呢？科學研究已經為我哋指路。2025年10月發表於 Cell Reports Medicine 嘅研究證實，長期補充 NMN 有效改善線粒體功能，並喺人體中觀察到逆轉細胞衰老嘅指標嘅積極結果。事實上，已有7位健在嘅諾貝爾生理學、醫學及化學獎得主對 NAD+ 抗衰老理論表示支持。而對 NMN 有深入研究嘅哈佛大學醫學院遺傳學教授 David A. Sinclair 更曾分享自己保持年輕嘅秘訣，每日朝早補充白藜蘆醇及 NMN， 藉此活化體內青春蛋白質。年過50嘅佢，體質依然保持40歲般年輕。由於 NAD+ 嘅細胞分子過大，無法直接通過細胞吸收，想補充 NAD+ 嘅關鍵在於有效攝取，所以就要試下呢款 Enalab Tri NMN Plus 超活力沖泡飲。佢採用3合1強效配方，直擊抗衰老核心。首先係源自美國並獲得多項專利認證嘅西蘭花萃取原材料，成分安全而且非常珍貴。每1公斤精華需用1000公斤西蘭花煉取，蘊含極高純度 NMN， 攝入後30分鐘內轉化為 NAD+， 直接幫你修復 DNA 損傷。再加埋葡萄皮萃取物，含有原花青素 OPC、花青素、葡萄多酚白藜蘆、純屬植物多酚類化合物。特別係白藜蘆醇係天然嘅抗氧化劑，能夠幫助保護細胞膜、蛋白質等免受自由基嘅破壞，而引致細胞功能唔正常運作同凋亡。仲有從洋蔥萃取嘅烏皮素，具活性嘅類黃酮，唔單止能夠抗氧化、抗過敏，同白藜蘆醇搭配成長壽開關組合，抗氧化之餘，更能活化青春蛋白，由內抑制衰老進程，多效協同，功效倍增。我哋知道都市人腸道吸收差嘅問題。所以我哋嘅產品仲特別加入26種綜合蔬果酵素，扮演腸道清道夫嘅角色，營造益生環境，令 NMN 吸收更徹底。此外，產品仲添加咗白柚汁粉，佢含有豐富蛋白質、檸檬酸、維他命同礦物質，能幫助防老抗癌、降低血壓。入邊仲有北蟲草粉、蘋果酸同牛磺酸，專為都市人設計，助你護肝、消疲勞、穩定代謝。唔止幫助我哋逆齡，同時亦能夠顯著提升精神同免疫力。一包即沖，功效全面，修復細胞、助排毒素，皮膚重現光澤同能量，提升腦力，增強記憶，改善睡眠，思路更清晰，護心強體，維持心臟健康，提升體能同耐力。想逆轉老化，重拾真正嘅青春活力，快啲試下 Enalab Tri NMN Plus 超活力沖泡飲啦！獨家 3NM 配方，從細胞層面修復 DNA， 幫你充電，擊退疲勞，隨時揾返元氣。